正经，今日早起咱要来请思雨姐妹，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献上我的感谢，每天都能在早晨中由陈柏志牧师带领我们圣经共读，透过圣经共读开启新眼光。主，你说我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与你有更深的关系。感谢主，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这下咱讲读到耶利米书第32章啊，好，非常长的一段，好，但是后面还有3章比这段更长哦。这段是咧讲到上帝伊通过耶利米爱来买土地哦，啊，所以30章到33章是先帝的安慰，这也是从一开始一路下来看到上帝给全国好的一个盼望的信息。但是这个盼望的信息呢，是在国家即将要灭亡的时候，就是在西底家当王的第10年，那个34章跟刷小到45章这一段落呢，可以看到是耶利米先知他个人的情况啊，那他买了地之后，然后在这个国家要进入灾难的当中，那他跟王好，跟百姓好，前面我们看到跟祭司、跟假先知的交手，啊，甲看见耶利米伊家己好安怎伫这个处灾难的中间，上帝安怎甲伊治掉，这是我咱会当看到。所以照这个篇幅来看，今日33章犹原是西底家王做王的第10年啊，讲到伊受掠，赶快讲到伊受掠，关伫这个王宫的监狱当中，这个护卫，在这个护卫院里面哦，护卫兵的院内，伊底下接受被软禁，但是上帝后伊底下继续来传达信息，那照这个时间的次数，就是今日33章，甲是甲32章呢，拢是连做伙，所以当看到上帝直接来通过伊讲话啊。这是昨看到耶利米买土地，然后真正伊的这个这八兄弟就来请伊来买土地，有可能伊的这八兄弟是要移民，还是要出国，还是要走路，唔知影。但是伫战乱的中间，也是欠钱，但是就是来请耶利米买。耶利米呢，伊嘛直接提出钱，将这个土地的契约拍做2份，一份甲放起来，一份。保存做证据证明，都是耶利米，伊唔知影有啥物上帝爱伊买这个土地，但是上帝甲讲，因为将来因国转来时，这个所在会一摆繁荣起来。今日要看的33章是上帝爱要互犹大甲耶路撒冷复兴，互受掠人倒转来，所以是刷接头前的信息，但是分做2摆。上帝嘛要实现伊家己所讲的话。然后，伊要找起永远的君王、永远的祭司，就是这位上帝受膏抹，要来成做因的君王，成做伊的祭司，也要来继续来实现上帝对大卫所立的约。所以这是咧讲到这个弥赛亚的信息。我咱来看今日的这段的经节，请思雨。带咱大家做来读耶利米书第33章，对第1节读到第9节1到9节。好，咱来读。耶利米搁互人关伫监狱的时，上主第2遍对伊讲话。迄位创造大地，互伊成形，互伊坚固的上主安尼讲。你求我就应你，要将你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你。针对城内遐为着要主动对着做土堆、引刀剑、攻城所拆毁的厝，甲犹大君王的宫殿，我上主
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恁甲巴比伦人交战的时，因要将我伫愤怒甲大受气中杀死的人的身尸堆满这个厝，因为恁罪恶灌满，我已经放杀这个城。毋过，我要互这个城复原，互要医治城内的人，互因的空喙生肉过隔皮，互因充分享受和平安全。我要甲受掠的犹太人甲以色列人带倒来，重建因的家园。我要甲因得罪我的罪洗清去，搁赦免因所有背叛我的罪。因为我缘故，这个城伫地上万国中袂得到欢喜、赏赞甲尊荣，为着安尼来出名。列国因为听到我祝福这个城的人，欢迎甲福气拢行为我。好，多谢。伫遮佫讲，亚利米要互人关伫监狱的时，上主第二遍对伊讲话，所以人掌权的32章，迄是上帝头一遍对伊讲话，就是西底家王的第10当，就是尼布甲尼撒做王的第18当。亚利米为虾米关伫监狱？再到37章的时阵，咱才看到，因为伊去用当作伊要走路要做卖国贼，去用冤枉关伫监狱。但是伫遮上帝第二摆甲伊讲，迄位创造大地，互伊成形，互伊坚固的上主讲啥物呢？你求我，我就应你，要将你毋知伟大恶必的事指示你啊！即句话，根据嘛是真侪人真意爱的代志。你呼求我，我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伟大奥秘的事，和本翻成又大又难。那现代和修本翻成又大又隐秘的事。这什么代志呢？上帝要对什么人讲呢？这个代志呢，就是从今天33章整章所要讲的事情重点来看，就是被掳归回这件事情。上帝要互一个人归回是又大又难的事。下面是为什么又大又难呢？咱嘛在看，就是已经拢发生，拢已经完成了，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伫迄个时代真正上帝要甲因对这个所在掠走，然后受掠到时间满70年以后，搁要甲因带回来，还可以平安回来，而且人口还增加然后因过当伫遮搁一摆繁荣起来，这是无遐尔简单。咱看中国5000年的历史，遮侪的王朝，遮侪的国家建立起来，有哪一个王朝、哪个国家被别的王朝国家灭掉之后，还可以重新又建立起来，根本就找不到。总是上帝讲，因为伊要通过这个作为来显出上帝的信息。第40将对遐个为着要阻挡对敌做土堆用刀剑攻城所拆毁的厝甲犹大君王的宫殿这就咧讲到那个因他们被巴比伦围困的时候可能围几啊当还是几啊个月因为为了要继续的把那个城墙修补起来因为人就用石头用这用物件来攻打这个城墙因为被围在里面，袂当出去，所以因只好拆家己的厝，拆自己的房屋，来补修城墙。家己的厝嘛，拆无够因来拆王宫拆君王的宫殿，来补救这围城的工事。所以已经活到一个就是非常的已经走投无路就是要开始安尼只能够。这个背水一战是可能上帝犹原爱伊讲什么呢？恁甲巴比伦人交战的时，伊要将我伫愤怒甲大受气中杀死的人的身尸堆满这个厝，因为恁的罪恶灌满，我已经放杀这个城所以上帝意思讲安怎报嘛无因无路因因搁再几个月再几个月，巴比伦就会攻进来，还是过一段时间攻进来，而且是要冲破，要将这人甲这物件拢要抢去
毋过我要互这个城复原，这就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即马看起来，上帝刚在带领这个巴比伦在拆圣殿啊，拆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跳到一块石头没有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时，上帝伊要互这个城搁复原，搁顶起来，然后伊伫城内的人，互因的空喙洗目过皮，互因充分享受和平甲安全。所以伊伫因上痛苦然后这个受伤受伤流血，然后伫因上无平安、上惊遐时，上帝互因这个万。就是30到33章的这个价值的所在，上帝讲伊要掠将受掠的犹大人、甲以色列人，就是南北这个渔民村的人，上帝要互因转来重建因的家园。这头前已经讲过，上帝也要将因的罪，甲因得罪上帝的罪洗清去，搁赦免因所背叛上帝的罪。我感觉这个才是又大又难的事情。迄个起厝起城墙，那个还是用人力人工时间慢慢做，一定做起来。但是要将这么歹，上帝看做这么生气，上帝生气已经堆满在愤怒的中间。但是上帝既然要洗清因的罪过，要赦免因一切得罪违背上帝，这是真无容易的代志啊！所以在为什么伊会当归回？伊当着下面，就是因为上帝家己发出来这个灵命，因为我的缘故，这个城伫上帝对上万国中会得到欢喜、上赞甲尊严，为着安尼来出名，列国要因为听到我祝福这个城的人的欢迎甲福气，拢行为我。所以这段呢，伫头前已经有看到上帝伊要搁重复一件了。够重复一次，所以这个城变成什么城呢？第9节是一个快乐、受尊重、享荣耀来上帝的城这个伫和本翻成可喜可乐之城就是通欢喜通娱乐可喜可乐之城所以这原来是一个上帝他的杰作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所以咱若没有把耶利米书读完，咱大概看到讲，你求告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学生考试就讲我来只要祷告上帝，上帝就让我知道这个考试的答案。要找什么头路，要找什么另外一半，只要求告上帝就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是比这个更加大、更加困难。总是上帝让人受掠倒转来，然后上帝要赦免人的罪。好，继续再请思雨带我们来读，从第10节读到第16节。好，上主安尼讲，恁拢讲，这块土地是风暴，无人住，无真实的地，毋过趴远，无人住，无人影，无真实的犹大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袂久听到欢喜快乐的声，婚宴喜庆的声，久听到人带祭物来到上主的圣殿，感谢的声讲，着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因为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续。我要带因对受掠的地倒来，互因恢复早前的情况。上主安尼宣布，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这个趴远无人影、无真生意的所在，遐所有的城镇，会具有牧者的草场，好羊倒伫遐休困。山地、山坡、尼吉夫、便雅悯地区、耶路撒冷周围，以及犹大的城镇，话久有人点算对因手的金贵的牛群。上主安尼宣布：上主讲，是你得要到，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大人应允的祝福，拢要实现。伫遐时日，我要互大笔的细血发一支公义的旗，
伊要伫即个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因为伊的执政犹大要着解救，耶路撒冷袂当安居乐业，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多谢。伫即段继续咱看到上帝伊要指示因上，只是耶利米也指示人民，上帝所要做即个大个恶必的事。然后上帝讲，虽望因伫即个所在拄着战争，拄着受掠，拄着危险，遮个声5种的声，欢喜快乐声、婚宴喜庆的声，拢无去。个热礼物来上帝圣殿感谢的声拢无。但是呢，上帝讲，即个所在趴远，会变无人影、无真声，甚至山地山坡，对南到北，伫耶路撒冷的四周围，将来上帝也要有人点神，因手的经过羊群啊，就是因个伫即个所在，来生活，伫即个所在继续来进走，继续伫即个所在，恢复生机，不会像袂变做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甲俄摩拉安尼变做趴远，变做死海，变做无人住、没有生命气息的地方。上主讲，迄日是你伫要到，上帝的应允甲祝福，应允的祝福拢要实现。这个更较大的祝福是啥物呢？又大又难的事情，就是讲要互大笔的细血发支公义的基，伊要伫即块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这就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是继续上帝继续伊甲大卫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呢，就是有一个亲像大卫的君王，甚至比大卫更较公义的君王。因为咱读的这个历代志上下，咱看过，咱看到真正对大卫落来，这些的王呢，每个能够比得上大卫的公义和和平。所以真正大卫伊是来活出，但是上帝讲伊要兴起的迄位呢，通过即个王的执政，犹大要得到解救，耶路撒冷会当安居乐业，人会甲伊叫做什么名？上主是阮的公义啊！所以咱看看这个信息，就是在指耶稣基督是基比赛亚，总是每一位上帝囝儿。愿意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甲上帝行，就是在活出这个比赛啊！上帝是咱的义，耶和华其根奴，这是咱第23章第6节时就读到第二次出现，这个字翻出来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其根奴，亚威西肯努，这就是上帝是最咱的公义。所以上帝要求其实真简单，就是咱伫这个时代，若要真正得到上帝祝福，要有和平甲欢迎，咱就是爱来敲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公义，无用阮这个世代有这个这个暧昧不明的代志，不公不义的代志。其实教会有责任，国家有责任，领导者有责任，爱互这不公不义的事，拢爱天开，然后拢爱伫上帝面前爱有公正的判断。所以耶和华安尼讲，第10节、第12节，一开始时耶和华呢讲对第1节、第4节、第10节、第12节，4到耶和华呢讲，过来是17节，咱继续请思雨传咱来读，对17章读到最后26章，17到26。好，因为上主安尼讲，大卫的后代继续为有人统治以色列，利未之族一定为有祭司继续献烧化祭甲素祭，烧祭物互西我，办理献祭的事。上主对耶利米讲：我上主安尼讲，你若袂当废除我甲历史民事定的约，无互因所定的时间运转，才会当甲我的仆人大卫立的约宣告无效，互因无后代坐王位，嘛才会当互我甲互西我的利未人祭司所立的约宣告无效。
我要互我的部人代表的后代，甲互在我的入面人加天，亲像天顶的星袂算得，亲像海边的山袂牛得。上主阁对亚利米讲：这个人民讲，上主所拣选的两个族，伊拢甲因放杀啦。你有听到无？因安尼讲是看轻我的子民，无过甲因看做一个国家。我上主安尼宣布：我若无甲日时、日时定约，无甲天地定律，我才会甲雅各甲我的仆人代币的子孙去杀。我无要对代币的子孙选立人统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我要怜悯因，互遐个流亡的人倒转来。好，以上，谢谢。伫最后这段17节，上帝继续讲代笔的后代继续为有人统治以色列。这个是咱读的历代志上的第17章，这个上帝迄阵代笔要甲上帝起圣殿，上帝不准，但是上帝通过先知拿单，甲代笔讲，上主万国统帅讲，我对牧场拣调你，互你无搁饲羊，是要互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无论去倒位，我会甲你同在，消灭你面前所有对敌。我一定互你有名声，亲像世间的伟人遐尔出名。但是迄代真紧就过去。但是上帝讲，我要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准备一个所在，甲因安顿，互因徛起伫家己的所在，无搁受搅扰，无搁亲像早前我命令士师管理我子民以色列的时代，受向我的人的欺压。我要互你的对敌拢降服，我搁宣布，我上主要建立你的王朝，到你血收满，转去你祖先遐的时，我要选立你的后代，你的囝来煞接你，搁要互伊的国稳固。伊要为着我起圣殿，我要坚固伊的王位直到永远。这是讲所罗门。我要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我无要互我的主来离开伊，亲像我捌互主来离开你前迄个王，就是指所罗。我嘛要互伊永远伫你我的子民甲我的国，伊的王位会坚固到永远啊！所以就是对代笔所罗门，这个犹大的后裔，要一路落来，上帝这就是大卫之约，上帝要坚固伊，像因为代笔对上帝忠心，嘛亲像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共款，所以这个约就是后代继续有人统治以色列，然后利未之族。所以这有两个支线，一个支线就是大卫的后代，另外一个支线上呢利未之族，利未人，因虽然不是代表的后代，但是因一直拢伫耶路撒冷伫南国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一定有祭司继续献烧化祭甲素祭、烧祭物、服侍我办理献祭的事，一个是做国家政治的事，管理人民；一个是做宗教会务圣殿的事，就是敬拜上帝。所以是伫一个是面对人民，一个是面对上帝。上主对亚利米讲，我上主安尼讲，恁若袂当废除我甲立时、眠时定的约，互因无照所定的时间运转。才会当甲我仆人代笔立的约宣告无效。所以这个大卫之约跟挪亚之约又更进一步。挪亚是看到彩虹就会想起上帝不会毁灭这个世界，而大卫之约是只要看到太阳、月亮就知道上帝对大卫的应许都在。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在大卫之约的重复当中不一定每天看得到彩虹，但是大家一定会当看到日头甲月亮，若无看到月亮，至少嘛看到日头。若是天无照假期的时阵，才会当甲上帝甲伊的仆人代笔的立的约宣告无效，嘛才会当甲要服侍上帝利未人祭司所立的约宣告无效。所以这里讲到两约同时两约就是一个是代笔的约，一个是利未人的约。所以我上帝讲，
我要互我的仆人代笔的后代甲服侍我的利未人加添，亲像天顶的星星袂得，海边的山袂牛得，就是亲像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同款，让他做多国之父，万族要因他得福。这里上主国甲亚利米讲，当家的人讲，上主所拣选两族，伊拢甲因办杀了，两个族，看起来好像是指北国和南国，但是咱来看头前这段，就是代笔的后代跟利未的后代，所以这两族啊，人人都在说我遗弃了我自己拣选的两个国家，以色列和犹大，现在这种译本直接定位是在北国和南国，但是另外一个意思是指大卫和利位，所以现在这种译本是直接采用了南北两国。但是，咱若照圣经的原文，跟前后文来连贯下来，上帝拣选不是国家，是两个族，这两个族代表两个群体，两个群体却是代表一个是大卫的后裔，一个是利未人的后裔，这也是南国组成的重要的元素啊。对今日来讲，嘛是上帝主民，也是教会嘛是同款，一个就是行政，一个一个是敬拜，一个就是牧养。所以是利未人是做敬拜的代志，这个代笔就是做这个牧养的代志。这人民甲上帝讲，已经上帝甲阮放杀吧。上帝讲，你有听到无？因安尼讲是看轻我的子民，无搁甲因看做一个国家。上帝告诉耶利米，当人民在埋怨 complain 的时候，对上帝没有信心的时候，上帝讲。我上主安尼宣布，我若无甲日时、暝时定约，无甲天顶定律，我才会甲雅各甲我的仆人代笔的子孙气杀。所以太阳不出来，月亮不下去了，那上帝就是他真的不要大卫的后裔，不要大卫上帝的百姓和子民。纵使上帝真讲这代志伊才。无要对代笔的子孙选立人统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所以上帝的约是连贯，从这个挪亚之约亚当，然后到亚伯拉罕，到大卫，一直到这个受割吧，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其根奴，这个弥赛亚来到世间，上帝的约拢一直有效，所以上帝最后讲，我要任命因。互遐个流放的人倒转来，今日看到又大又难的事情，包括几件事情，就是被掳者可以归回，受压迫得自由。第二个就是上帝要洗清因的罪，下面因的罪，这是又大又难的事的第二个。第三又大又难的事情，就是上帝要来兴起伊的代笔的后裔，成为公义的苗裔，施行公平和公义互人得到救，这是第三。第四又大又难的事，就是上帝除非把这个日头甲月亮甲伊废掉，无这个约是永远有效。所以咱今日看到的经句，嘛当对安尼来看，第2节到第3节我塔和本城市的耶和华塑造他，为要建立他的耶和华，名为耶和华的那位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隐秘的事指示你。另外第8节，我要洗净他们干犯我的一切罪，赦免他们干犯我违背我的一切罪。然后再来是第15节，19到20。在那些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和平。在那些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到最后的25节，我上主安尼宣布，我若无甲日时、暝时定约，无甲天地定律，我才会甲雅各甲我的仆人代笔的子孙气杀，无要对代笔的子孙选立人统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我要任命因，互遐流放的人倒转来。愿上帝话，互咱看到今仔日的日头，看到今仔日的月亮，咱就想起上帝早就宣布的话，互咱活伫上帝所享受的平安，互咱明白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天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教会当中来实行。
好，多谢思雨带咱来读今日的圣经节，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你的真理的话语，甲通过信心真理保惠师的带领，互阮会当对上帝你的话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也愿上帝除去阮心内底的烦恼也是惊吓，互阮当尽心敲吹上帝你的旨意，互你的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亲像一天呢。也愿上帝，你伫阮的国家、社会、教会来行出上帝，你就是阮的公义，耶和华赐根路，阮会当来活出上帝你所爱的生活，互你的平安、和平、甲欢迎，会当继续踮伫即个土地的顶悬。主要也祝福阮伫今日有落雨天，也保守阮大家出入平安。特别也伫病院中间的苏勋姐、咏春兄求上帝也看顾。也看顾阮众兄弟姊妹，保守阮大家出入的平安。今日全职同工嘛有退休会要出外，也求上帝看顾甲保守。阮安尼祈祷恳求感谢，都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愿上帝祝福大家。牧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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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平安。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伊。伊若嘴来承认。